應該會有揾到個反彈上邊，睇到底係邊度揾咧？跌咗谷槽定係咩咧？我睇你個谷槽會好嘅，時代明星啊，呢啲人要刺激嘅話啦，包括而家10歲啊，仲係咁硬嘅，黑到啊，阿輝點黑嘅？錯咗啦！都越嚟越定嘅，其實呢啲話。我今日天氣涼咗，你都等啲寒先喺度上邊嘅時候，可能慢慢再定啲嘅時候，會再行翻啲啱嘅路程咧。佢都係經佢哋嗰度咧發展比較好啲嘅喺香港嘅時候。仔仔女女啲飛嚟就11減拖6、7、9、10。呢啲又係有個好位咯，但係你冇個形勢，因為前面多快馬，可能佢哋係追唔住。